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8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篇，以赛亚书第24章第1节到第13节，希伯来书第11章17节到2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靠上帝。信心是看见那看不见的上帝之作为，就是要让我们学习全然的交托倚靠上帝。那么在这个事情之后，下一个步骤就是要学习时刻每时每刻信靠上帝。基督徒要能够全心全意的学习信靠上帝，即便是踏岔了路子，失去了方向，甚至受到了处罚，仍然要学习倚靠上帝。我们看见上帝要先知约拿传悔改福音，那个对象是尼尼微城，一个罪恶之城。他们面临先知所预言的处罚。他们一旦学习回转向上帝，就必然能够得到上帝的保守以及赐福。但是若是他们的心里仍旧刚硬，随己意而行的话，就必然要遭受到恶果。先知以赛亚这样说道：看啊，上主让大地变成荒芜，完全的荒废。他给地面有机会来反转。他驱散人民，无论祭司或是人民，奴隶或是主人，购买或是贩卖的，债主或是债户，贫穷的或是富足的，个个都要遭遇同样的命运。土地荒芜，一点出产也没有。上主这样宣布了。土地贫瘠枯干，整个世界衰败，天地空虚。上帝的子民不遵守法律，违反了他所立永远的约，玷污他们所住的土地。因此，上帝咒诅这地，使他衰败。人民付出他们所作所为的代价，存活的人越来越少。葡萄藤枯干，酒也稀少，欢乐变成哀伤，琴鼓都停止了，欢乐的声音也没有了，再也没有人饮酒作乐，没有人尝到酒的甘甜。城里一片混乱，家家户户上了锁，生怕人闯进大门。有人在街道上嚷着要买酒喝，欢乐消逝，地上生气索然，城墙倒塌，城门摧毁。世上列国都会有同样的遭遇。好像收成的末期，橄榄树上没有橄榄，葡萄藤上没有葡萄。先知的话，我们再一次强调，先知的话是一个提醒，更是一个上帝给的机会，也就是说，蒙恩得救的机会。透过先知之言，让那些离开上帝的以色列人
有回头的机会。不但是向外邦的尼尼微城的人，就连约拿所搭的船上所有的，包括船长啊，所有的外邦人，他们也都信了主，他们也都信靠上帝。耶稣基督也曾经这样对法利赛人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那时耶稣谴责曾经看过他行过许多神迹的城市，因为那些地方的人没有悔改。他说，哥拉汛啊，你要遭殃了；伯赛大呀，你要遭殃了。我在你们当中行过的神迹，要是行在泰尔和西顿，那里的人早就披麻蒙灰，表示他们已经弃邪归正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泰尔和西顿所遭遇的惩罚，比你们所受的还要轻呢。至于你，加百农啊，你要把自己捧上天吗？你会给摔进地狱去。我在你们那里行过的神迹，要是行在所多玛，它今天一定还存在着。我再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所多玛所遭受的惩罚，比你们所受的还要轻呢。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1章20节到24节。无论是否是以色列人，我们说的选民，无论是外邦的推罗，或是西顿，或是所多玛等罪恶之城的人，他们只要愿意悔改，转向上帝，就必要得到上帝的保守。只要学习诚心的信靠上帝。诗篇第11篇也告诉我们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就如同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逃城一样。我们看看耶稣他在受难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出卖他，有一个人否定他，否认认识他，其余的都四处逃窜。然而除了那个没有回头的犹大以外，所有其他的门徒都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呼召。他说，喂养我的羊，并且有机会等候圣灵的降临，然后被充满。在圣灵的同工之下，使徒们同心合意的服事，他们传悔改的福音，使得当时有3000人受洗归主。使徒们就是信靠耶稣基督，并且愿意谦卑等候上帝的时间，得以成为基督的仆人。为什么当时候彼得会否认耶稣？门徒们会到处逃窜呢？因为他们失去了信心，他们选择逃避，而不是选择学习信靠上帝。希伯来书这样提到亚伯拉罕的献祭，他因为信靠上帝，就愿意将以撒献上。历代的以色列信仰前辈也是在生命历程中学习信靠上帝，特别是遇到困境的时候，如同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学习认识上帝，依靠上帝，跟随上帝。
因此可以胜过许多的困难，以及逾越节那个杀长子之灾。我们的生活从来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，有时候会有狂风巨浪，无论是生活、工作、健康都有可能。但我们若不专心的信靠上帝，就无法得到平安，更没有办法得到医治。诗篇第11篇：我以上主为避难所，你们怎能愚笨地对我说，要像鸟儿飞入深山？因为作恶的人弯弓搭箭，要在暗中射杀正直的人。根基若崩坏了，一人能够做什么呢？上主在他们的圣殿里，上主的宝座设在天上。他观察世人，洞悉他们所作所为。他考验义人和邪恶的人。他痛恨好强暴的人。他向作恶的人降下炭火硫磺，他用灼热的火惩罚他们。上主公义，他喜爱正直的行为，正直的人得以朝见他。感谢主，感谢耶稣基督，成为我们的以马内利的应许，让我们有保惠师可以依靠，让我们得以将重担卸下，在主里得着平安以及恩福。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全心的倚靠上帝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